我哋認識到城市森林同樹木嘅重要性同好處，亦都了解到城市樹木面對各種挑戰。究竟我哋有咩行動可以令城市森林同佢嘅好處可持續落去？保護樹木並非困難嘅事，我哋喺日常生活只要願意行出一小步，已經可以保護到樹木。例如我哋可以少用紙，重用紙張，唔能夠再用嘅紙亦可以回收再造。我哋亦都可以選用森林友善或者由再造紙製成，甚至係冇木成分嘅紙張。呢啲紙產品可以避免破壞天然樹林，或者減少斬樹嘅需要。習慣自備餐具餐盒，亦可減少木同紙製品用完即棄嘅浪費情況。至於木製嘅家私，如果只係輕微破損，可以盡量修理好。如果有唔再需要嘅木家私或者製品，可以轉贈俾其他人，令到佢嘅生命週期可以延續落去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可以直接參與樹木保育，例如多啲留意身邊嘅樹木有冇被破壞同出現健康或者結構問題等等，亦都可以同相關人士匯報，例如致電政府熱線1823，又或者向關注樹木嘅團體反映，以求作出跟進。我哋亦可以參加樹木相關活動，進一步喺唔同層面同角度認識樹木，等我哋更加了解樹木。當然，你嘅力量亦可以影響身邊人，你可以同身邊嘅人分享樹木保育信息，又或者鼓勵佢哋參與樹木保護活動。要令城市森林同樹木得以持續，唔能夠單靠樹木擁有人或者管理者嘅努力，社區人士對樹木嘅關心愛護，以至參與樹木保育工作，亦都係同樣重要。